咩係業權契 （Title Deeds）？點解咁重要？如果唔見咗又會點？其實業權契唔係單單一張紙，而係一整套同物業有關嘅法律文件。你可以理解成呢一沓文件就係證明層樓係屬於你嘅重要證據。簡單啲講，業權契就好似物業嘅身份證明文件，律師、銀行甚至買家好多時都要靠佢去確認個物業嘅業權係咪清楚完整。一般嚟講，業權契可能包括以下文件：政府批地文件或者地契，即係政府當年批出塊地時嘅條款同資料；買賣合約同轉讓契用嚟顯示層樓係點樣由上一手業主正式轉去現任業主名下；按揭文件，如果層樓曾經做過按揭，會有相關按揭文件；解除按揭文件，如果按揭已經還清，就要有文件證明個按揭已正式解除；大廈公契，例如大廈公用地方點用、業主權利同責任有冇特別限制等等；其他相關文件，例如未經授權嘅改建令、同意書或者其他會影響物業權利嘅文件。點解業權契咁重要？因為呢套文件係證明你對個物業有合法權利嘅重要基礎。當你想賣樓、做按揭、轉按、送契，甚至處理遺產承辦嘅時候，律師都會先檢查業權契，睇下物業業權係咪完整、清晰。簡單一句，業權契越完整，交易通常越順利。如果文件唔齊，甚至有遺失，就可能令交易延誤，增加額外法律風險，甚至令處理成本上升。如果業權契保存得唔好，甚至唔見咗，到底會有咩影響？又可以點補救？請瀏覽我哋嘅其他貼文，尋找答案。如果你要揾律師處理你嘅法律需要，請前往業界鄧律師行嘅網頁 ytt.com.hk。